后来哦，这个流感大流行，真侪也未注预防下的民众，看状况不对，即摆想要家己开钱去注，阁无一定注有哦。目前这个公费的疫苗还阁有9万外剂咧待命，啊若自费的疫苗是诊所甲药厂定的，政府未来介入。想要自费来注疫苗的民众，只会当去诊所询问预约，一切拢要靠家己。要集资，来今仔日要注是剩一支尔啦。讲剩一支尔，自费流行感冒疫苗，敢会有钱嘛？无物件通做。还有在交货，但是量也不多，所以我们会先用预约的方式。但是保证过年前想打的人都打得到，有办法保证吗？没有办法保证，对，是因为今年的自费市价流感的货源比较少，因为把关疾管局把关比较严格，所以它数量本身就比较少。来深呼吸，来吸气，来吐气哦。你什么时候打？10月还是11月吧？一个妈妈骹手较紧，去年10月15开始注流行感冒的预防针。感冒一个流行，注的人数嘛比永年较济，像家人朋友，永年注4万剂，抑过去年10月份到即马已经超过8万剂。1月中甚至公费甲自费的社拢无通注啊！更较费气是3月以上注的自费的预防针，未少民众煞毋知要去倒位注，各地卫生局拢是公告公费的。一本书表示讲，自费的数量是诊所甲疫苗厂商去定的，地点甲数量政府袂去管。若想要注，爱去找诊所，是讲要过年啊，若无通注要安怎？预防针它要产生完全效果，至少要2个礼拜。现在打预防针，可能现在已经在流行期，有点缓不济急。国光现在试驾我还叫得到啊，只是我不想叫，叫完呢，你打了到时候还是得到，我就很麻烦了。若还未注到预防针的，医生讲免着急，除了加洗手，拜年时尽量莫握手。